喺今日嘅唐手詠春係介紹十字手，十字手咧就即係咁樣嘅，呢個空手道同埋詠春都有，詠春就喺呢個少年頭第二式，就係即係喺呢個日字衝完之後咧，就係呢個咁嘅十字手，其實詠春佢叫雙耕手，其實耕手呢個字咧。唔係耕田啦，係格咁解，因為佢外省音咧就格打，擋格，咁因為你十字手都係最即係愛嚟擋格，即係叉住呢度人哋一腳踢嚟，咁你咪要擋格咯，咁樣個詠春就咁㗎，呢個十字手，個第二招咧就係咁樣升翻上嚟打開，咁樣收啊嘛，咁其實呢個係擋格，人哋打埋嚟嘅呢度嘅，如果遞翻上嚟擋格上面打落嚟嗰啲咁俾人揼頭或者有啲硬物咁擋格，其實咧十字手除咗擋格之外咧，仲可以隱藏一個反手圍攻嘅，咁削翻出去，咁又可以還擊嘅，咁呢個十字手咧，仲有一個用法咧，就係可以除咗咁樣之外咧，仲可以即係批踭，即係咁樣批踭咁你甚至乎喺呢個陳橋都有呢個都係十字手嚟嘅，呢個變咗佢個滾手咁樣一轉打落嚟，咁樣就係都係個十字手嘅開手。十字手呢個擋格喺呢個空手道嗰度有套拳叫做36手，咁佢就有呢個十字手個用法，佢就咁嘅。咁佢因為佢呢招咧就連續幾下，就係一個攻擊嘅組合，即係咁樣十字手。踢第一腳、第二腳落翻嚟，咁樣咧就係呢個第三下就係打呢個撞人咁然一個第四下就打到除出去，第五下咧就呢度拖翻嚟個腳，拖翻嚟個腳咧就咁樣，即係撐一撐腳，咁一共5下嘅，我用快脆啲嚟嘅，表達呢個十字手呢其中呢個1招5式呢個攻擊組合，1下、2下、3下、4下、5下即係5下，再嚟一次，就係1下、2下。3下、4下、5下，咁呢個就係1招5式嘅攻擊組合，咁快嘅，快出啲嘅，1、2、3，咁5下，咁好用㗎。如果你平時咧準備咗咧，咁你喺攻擊對方嗰時咧，就可以連續用5下。避多一下，避到第二下，避到第二下，避到第三下，咁呢啲就空手道嘅打法。咁詠春呢個36手都係有關嘅，因為可能佢都係將啲招式傳咗過去，咁呢個十字手咧，有時咧如果你拆開佢變咗難手咯喎，咁變咗難手。呢個詠春嗰個陳橋嗰啲下咧，就係咁變咗咁㗎，即係好似嗰啲嘅滾手咁你呢啲咧就變化多嘅，咁咧所以話詠春嗰個手法同空手道都係好多相近嘅。好啦，咁今日介紹到呢度，咁大家如果係中意我呢個節目。想學下詠春同埋空手道嗰啲咁嘅散手招式，咁我會陸續
就係介紹嘅。咁只要你哋訂閱我呢個免費頻道，撳個鐘仔出嚟，咁會陸續收到我嘅新嘅資訊，同埋可以翻睇我往日拍咗成百幾200套嗰啲短片，有關詠春同空手道嘅招式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就不妨未訂閱嘅就撳個鐘仔出嚟啦，同埋介紹俾親友欣賞點讚俾個 like 啦，拜拜。